可能我哋嗰次嚟到呢個食喺世界，咁今次就嚟到呢個富隆鐵人嘅第二彈咧，算係第二彈。咁但係佢應該都係冇復刻㗎啦，應該係啦。目前為止就係唔會有，即係拎得翻之前嘅活動嘅角色啦。要講嘅話，一般嚟講應該拎唔翻，真係啦。除咗一開始創號嗰時候俾你揀嘅角色之外，應該真係拎唔翻之前嘅，應該係啦。咁就呢兩隻角色嘅話，感覺上都還好嘅，唔係特別話係咯。無論阿瑟都好，同埋堅如都好咧，係唔係話特別出眾嘅效果，出眾唔出眾係咯。咁大家都可以去想抽都可以去抽下，要講嘅話。其實我有諗過要唔要唔抽，其實我有諗過要唔要唔抽起嘅話。因為望落去嘅效果好似還好，係啦。阿薩士咧就係啦，阿薩士，咁就兩費嘅乾坤一擲啦，咁樣呢個就係會一個向前方投擲一個傷害啦，咁樣食機會嘅，即係前方嘅敵人咧就會14秒傷害，遠距離傷害啦，咁就打落去，係啦。其實應該範圍，佢冇寫單體應該就範圍，係啦，兩費可以用，其實都算幾方便，兩費可以用，係啦。然之後使用後嘅一定時間就會出到移動速度提升啦，同埋暴擊嗰個咩暴擊嗰個係咪？係咯，價格會縮短，係啦。然之後加暴擊咧，應該係加暴擊啊。戰鬥不能時會回復100血。係啦，嗰支點樣做嘢嗰個泉水係啊，有啲泉水喺度，有啲泉水。攻擊力提升呢個一定時間升價20%，係啊，還好。爆破、靈感、蒸發、隱物出現過，唔錯嘅。靈感同埋蒸發都係唔錯嘅一個技能嚟嘅，係啦，幾好嘅，幾好用嘅。咁劍魚咧，劍魚就係近戰啦，近戰嘅傷害3900，唔多唔少啦，係咯。咁就佢都係兩費嘅，兩費用呢個權器，係咯，呢個過重黑衝就係會增加自己傷害，一定時間內增加自己個攻擊力啊、暴擊嗰個啦，然之後移動速度嘅，增加自己呢個效果咁樣。佢就係呢個持續性嘅呢個技能嚟嘅，即係用完兩費之後增加自己傷害咁樣，係咯，都係還好嘅。就差唔多啦，冇特別，真係冇特別，即係加傷嗰啲之類嘅。勘定感知、解鎖同埋探嗰個鑑定，真係還好嘅。要講嘅話，今次真係有啲唔想抽，但係就例牌啦，咁抽下啦咁樣。如果10嚟抽中咗啊嘛，就出咗就算數平手啦。唔好似之前呢個咩價面咁樣，女神咁樣抽30嚟抽4抽7，全部都係咩價面嘅啦。佢要提早收工嘅真係，係啦。邊個啊？邊個都冇乜所謂，我應該唔會追晒落去。我哋時候要留一留石啊！你時候要留一留石。係阿 sa。咁阿 sa 都 OK 嘅，冇乜嘢嘅，可以嘅。咁就堅魚就算數啦，堅魚就先算數啦，堅魚就算數啦。咁我就唔追落去啦，咁留翻低20年抽喺度啦，咁樣係。但係我之前用多咗好多年抽嘢啲叫係啦，慳翻佢，慳翻呢個數量佢。咁今次會打守墓人啦，佢會嗰個 boss 係守墓人嚟嘅，守墓人係 boss 咁樣啦。咁係咯，我哋入去做下問題先。
新しい記憶点が発見された。新しいクイズ、どちらを選んでも安心してお好きに。さて、あなたはどちら派ですか？呢個啦，冇な煩るほど。嗯，それでは問題で正解はどれでしょうか？係蛇同蘋果啊，佢哋去食嘢嗰個 logo 係佢個特別嘅餐廳係冇人去嘅餐廳係蛇同蘋果嘅 logo 係啦。而家呢個時間段都有蚊咬喎，係啦，即係我係啲比較容易俾蚊咬嘅人，所以就好討厭有蚊。以為呢個秋天開始啊，啲蚊開始少啲嘅，原來都係唔會，都係有蚊喺度。好啦，好，我哋呢個就應該啱嘅，咁就嚟啦。咁樣呢度咧，就有啲任務嘅，咁我哋睇下先，我哋去做埋呢啲先，因為我未做完，尋日夜晚都未做，係啦，佢要設定，完成啦，冇錯。咁樣就係一個完成嘅一個步驟，係。其實呢隻 game 你過12點之後咧就可以再做聽日嘅一個任務咁樣，所以基本上就可以你好似係瞓覺前，可能你12點瞓覺嘅，之後再做呢啲任務之後，你唔會唔記得尋日漏做咗咁樣之類嘅，可能係啦，避免你漏做嘅，一般嚟講都係啦。咁呢啲都係例牌啦。然之後呢度下先，努力係啦，上次11頁，今次又有啦。咁佢哋嘅活動時間變翻2個禮拜，之前就係變咗係1個禮拜，咁變翻2個禮拜就長啲嘅。好，咁基本上啲嘢都拎晒到晒啦。咁我嗰個競技場咧就盡力打，因為最近真係要返工，所以就時間唔係特別充足，所以冇辦法衝到上去金牌定係銀牌之上嘅。咁就隨便啦咁樣嘅。我呢個隊伍就係純粹係開鎖用，開鎖開箱用，咁係咯。咁我哋就換走花天花天牙嘅，我哋千金已經換走佢啦，因為我哋要升一升佢，係啦，升一升佢。我好似全部黑時都有抽齊，係啦。誰を PK する？あ、しない？應該冇抽啦。殘念。楽しいのに。好，我就去打呢個守墓人係啦。我唔知佢之後會唔會出翻啲可以復刻嘅彈咧，復刻嘅抽咁樣俾你抽翻之前嘅角色。如果唔係嘅話咧，呢隻 game 你越後入嚟玩呢隻 game 嘅人就越難去拎到你之前想要嘅角色咁樣。同埋之前啲角色仲係有啲係幾厲害下嘅，唔差，所以覺得真係。如果佢官方冇去做呢件事嘅話咧，我覺得上會即係越後玩會越體驗冇咁好啦，要講係啦，體驗冇咁好。始終你都係想抽隻角色先至過嚟玩，中意隻角色先過嚟玩嘅，應該都係啦。都咁耐，係咯。
你哋真係要換都換。さあ如果要換電腦，係啦，要換電腦。楽しもう。迷ってる你暇があ換電腦，ったら你玩啊，行動を起こせ。你玩啊，係啦，換電腦。見ろよ、ここまで来た甲斐はありそうだ。お、フラン、何か見つけたか？まあ悪くないんじゃない？死ね。派手に行こうか。ロイド様はやべえぞ。すごく派手に行けた。問題なし。見事。嗰個呢個阿實都係佢係行路嗰時候全員無事だな。會引申な係かなかの珍都係會引申道中だ。ったね。都冇特別嘅一啲引申嘅呢個情況，就正常咁行過引申啦。佢而家基本上一直 game 對我嚟講就係上線做任務，做完任務就抽嘢咁樣，好似抽嘢。咁好期待第五啊，係咪第五啊？第四季度啊，第四季度有乜新嘅作品入嚟啦？咁盾之勇者應該要嚟啦吧？惡名大人應該都要嚟啦吧？係啦，因為最近有睇呢個《異世界七重奏》嘅新一季啦，佢又諗翻起，係喎，《異世界七重奏》入邊啲作品都未入過嚟，V20啊、Overlord 嗰啲都未入嚟，係啦，應該仲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可以入嚟先㗎，係啦。應該純粹係呢間公司或者可能係個即係出版社有冇可能合作到嘅機會，應該可能係，但係諗下其實唔係啦，可樂紅應該都要拎到，都可以拎到嘅，係啦。即係幾時有 V0嗰啲咧，有 V0啊嗰啲作各樣嘢，比較更加多人中意嘅作品係啦。即係佢成日佢出現咗一個狀況，就係佢出同一作品第二彈咁樣，咁係都 OK 嘅，唔錯。但係你咁樣諗嘅話，就會唔會係冇咁容易出到新嘅作品落去呢度咧？唔會係啦。但係我覺得應該唔會嘅，應該都要出都應該都會出新嘅，但係就希望佢有我想要玩到啲所謂作品嗰啲角色係啦。惡名大人就想拎出嚟玩係啦。相手が神だろうと殺す。
咁就咁上下啦，咁上下。なあ、弱すぎないか？面白そうなもんがあるな。ユナイトラウンズを思い出すね。いい感じ。入りに行こうか。あえぐ暇なく行かせてやるよ。よし、お前だ。予定変更だな。ちょっと行ってくるよ。これでどう？遅えよ。いけるか？あそこだね。まあいいや。合脚行こう。可以用啦，全開一集。優しく手ほどきしてあげよう。行くよ。健康いってけ。感謝にむせび泣いてもいいよ。いけるか？佢會有自己有よし、お前だ。行得慢咗啦，埋呢個打慢咗。合脚。ちょっと行ってくるよ。お前だ。変更だな。逃さねえ。負面效果，俾負面效果俾自己嘅，原來係。最後に食らって死ね。私に歌わせてください。届け。バイバイ。ありがとう。お前だ。問題なし。あそこだね。すごく楽しかった。立派になったな、フラン。咩意思呢個係，即係我哋係行咗一條好短嘅路線，就過咗呢個係。佢仲有呢個乜嘢喎？上邊有再遠啲嘅路線，有兩個。好，就咁上下啦，應該今次活動就咁樣嘅。咁都冇乜問題，都係打呢個守護人咧，幾有趣。上次打影狼，今次打守護人係啦，即係如果佢有機會出7隻最勁嘅大怪嘅話，我好好奇啊，係啦，即係例如話下次出深淵啊，出深淵，之後出黃金龍啊啲係啦，係啦，都 OK 嘅，如果喺隻 game 度打到啲7大強種啊嘛，係啦，咁就都幾好玩嘅，應該幾唔錯。咁但係等遲啲啦，應該遲啲啦，應該而家都未出齊全部大 boss 係啦。咁睇下點樣啦，我都睇完今個季度之後，睇下下個季度有乜新嘅作品入嚟啦，好期待更加多嘅唔同嘅作品入嚟係啦。啲暗影大人同埋盾之勇者講咗好耐啦，真係想研究係啦。我成隊都係盾，成隊都係盾嘅戰鬥係啦。好啦，就咁樣啦，咁就拜拜，下次見。